保困期向亚康送竞选品向共党一党涉嫌违反反闪套法，检方去抄保困期的员工宿舍，甲员工带回去问话。美国航空的飞行机飞到一半，引擎出问题，降落机场煞熊熊着火，乘客徛伫咧飞行机的室仔顶悬等待救援。今年日本的樱花预测东京爱后礼拜才会开花，不过这阵有公园樱花是已经提早开业，景致真水。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新闻头起先来看美国航空发生今年的第二战事故。伫咧台湾时间今仔早起7点15分，有一架波音飞行机 AA1006飞到一半，引擎出问题，就紧降落伫咧科罗拉多州的丹佛机场。想袂到这飞行机降落跑道，拄驶去到登机门的时阵，引擎煞熊熊着火。这机组人员紧带一寡乘客行出去，徛伫咧飞行机的室仔顶悬等待救援。加在飞行机顶的178个人拢有走出来，其中12人轻伤，无大碍。火粉溅甲规个厝行道，小可会当看到飞机，也甲无用逃生旅客的身影。这是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发生事故的班机是属美国航空波音737-800型客机，航班编号 AA1006。当地时间为100多公里外的科罗拉多泉机场起飞了后，因为严禁各样，机师决定紧急转降丹佛。伫降落过处到C300号登机门了后，正边严禁线导火。同一时间，机组员引导部分乘客先为机门无导火的倒边技师刷去，再搁由机场用楼梯互乘客落来地面。另外一部分的乘客是为机身后端的机门直接用逃生梯落飞机离开。这是2025年美国航空第二届传出的重大飞安事故。美东时间1月29暗时编号 AA5342号班机，伫准备降落华府的雷根国际机场前，甲美军的乌鹰直升机相撞，两台飞机顶拢总67个人全部死亡。这是美国境内24年来上严重的空难。对于上新的这件事故，美国航空的书面声明敢若讲到甲严禁有关的问题，那是导火的详细原因，也有待联邦航空署 FAA 的调查。公司新闻七家人编译。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哈里尔，去年带头抗议以色列拍加沙地区，主张反战，煞去互逮捕。而且川普政府讲未来会掠搁较侪反犹太人。不过，即阵都有支持巴勒斯坦人的犹太团体走去川普大楼抗议，要求爱甲哈里尔释放。同款嘛有上百个人是去互警察掠走。反对以色列攻击加沙、声援巴勒斯坦人的非营利组织犹太和平之声，差不多300个人冲入去纽约川普大楼，抗议哥伦比亚大学的巴勒斯坦的研究生哈里尔，因为领导高大学生举行反战活动，而且这礼拜和学校谈判，扯白移民官却无表明身份，强行入去哈里尔伫高大的公寓，甲伊逮捕。事实上，哈里尔有永久居留的绿卡，因某是美国公民，目前是有薪8个月。移民官员讲，哈里尔伫活动内面发表支持哈马斯的言论，已经违反美国的外交政策，会注销伊的绿卡，就要强加防区就出境。Most Americans, most young American Jews, object to U.S. support, military aid that is being used for the destruction of the Palestinian people. 示威者伫川普大楼的位，就是曼哈顿的第5大道，抗议是超过1点钟。警方以非法入侵这罪名逮捕98个示威者。第5大道顶悬有真侪有名的精品的名牌，是真高级的物件的所在。警方伫骨子头前，甲示威者带去伫车顶，其中一台阁是公车，阁有一架直升机和无人机伫空中飞来飞去。We cannot allow Donald Trump to turn this into a dictatorship, authoritarian, fascist regime. Enough is enough. We all have to stand up, from New York to California, from Texas to Michigan, and everywhere in between. 哈里尔伫车被逮捕了后，美国总统川普表示支持，佮强调讲，这是未来更加侪逮捕行动的起点，讲是要甲更加侪参与支持恐怖主义、反犹太、反美国活动的国际学生拢递解出境。差不多1礼拜前，川普是以高大无法度有效来阻挡学校内面的反犹太主义做理由，宣布计划撤回这个学校差不多4亿美金的联邦补助和合约。高大嘛伫13宣布讲，会对去年春天占学校大楼示威的挺巴学生采取一系列的纪律处分。包括开除学籍和停课。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
今仔下晡，高雄有一个穿红衫的查甫人走入去捷运的铁基路顶悬，加在这司机员有发现，赶紧打灯啊，无人受伤。不过，这个查甫人哪像是已经走去啊？这捷运和警方目前拢叫袂找到人。高捷红线青埔站的外口排队排甲落落长，拢要等坐接上车，只是因本来拢伫捷运顶悬。那你那时候不知道吗？对，都不知道。那你们什么时候被请下车？坐到青埔站的时候。真侪人红车落车的时阵，拢唔知影发生什么代志。原来是14下晡1点13分，一台车经过R23桥头车站到R24公山高一站之间，列车的司机发现讲有人行伫轨道，紧急停车嘛，通报监控中心，高捷出动一队人过去巡轨，警方嘛到场，但是却无找到入侵的查甫人。司机员紧急停车后，该名男性沿着列车旁边往南行走。司机员回报行控中心之后，紧急折返到南侧驾驶室，已不见该员踪影。列车中阁停伫站和站之间，迄当阵车顶有40个旅客拢无安全。R22A 糖厂站到 RK1冈山车站暂停服务，造成不便，敬请见谅。为着确保安全，红线青埔站以北到公山高一站中阁停驶，其他的路段局部运转，帮助解足8分钟。他有广播到青埔站好像是故障还是什么，然后可以搭的就搭啊，然后不愿意搭的到好像到青埔的时候换公车这样子。一台车走了之后，接着等下一台车，其实也等了4分钟就到了，也还好啊。高捷怀疑讲，这查甫人是对高雄捷运北机场附近的威力并入去轨道区，去现场发现有一寡威力和一般的枪位悬度是差不多，只是轨道区内边有750步率度的3轨高压电力，嘛卡会互列车弄到。高捷提醒讲，凊彩弄入去轨道危险性是真悬，而且这种行为嘛违反大众捷运法，上悬会当甲罚7500。记者综合报道。国民党的立委鲍坤基洪亚康讲，去年选举准备竞选的宣传品送予共党的候选人，涉嫌违反选罢法甲反渗透法。台北地检署今仔日去敲鲍坤基伫咧花莲的员工宿舍，甲员工带转去问过。那鲍坤基是批评执政党对伊政治对杀。国民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鲍坤基去年红爆料讲，提供南亚的立委候选人，一个人1万组的收增加组来做竞选小物，洪指控涉嫌违反选罢法和反渗透法，互人告发。14鲍坤基伫花莲吉安乡的员工宿舍互检调查出，伊当面讲是政治迫害。赖清德惯用的台北北检，第一个他没有管辖权，所有的进出口商都在花莲。第二个，过去所有的清查都很清楚。他一切合法，去搜索员工宿舍，说要带走我家种花种草的员工，都已经调查完毕的案子，可以再重炒。请问违反会计法可以用这种强度吗？而且你政检的案子可以这样搞吗？检调接到通报，花莲正天下公司卖这收增加组织竞选小物，疑似违反商业会计法和伪造文书这罪嫌。2月底先敲找正天下公司和负责人，前花莲县观光处长苏义顺的徛家。10月第2摆敲找鲍坤基姓李的员工伫台中的徛家，14是第3摆敲找姓李的员工，即马住在花莲的员工宿舍。不过鲍坤基中心竞选小物这案，第102事大选进程已经和各地告发、各地检署嘛已经终结，一切合法，和境外资金无关系。这个是由台北地检来独立来侦办哈，那这部分我们没办法去做一个介入哈、指导哈、干涉哈。当初洪质疑讲接受无偿送礼收增加组的这单位，有的是激点点，有的是讲伊唔知影。会不会担心说也被调查？会觉得执政党在迫害副手，你知道吗？会觉得这是政治迫害吗？不好意思，当时知道这个凶楼组有超过价值吗？所以才给发放。其实我也没有，那时候只有订3000组。结果呢，我们的部分是他东西很慢来，选完了才来，所以这个部分呢，就变成说我们当那个时候也就没有再发。款项的部分是您这边自己出的吗？还是？对啊，我们自己出的啊。他要查，我们当然愿意说明啦。另外，4日的员工红查走了后，伫登机站约谈，下晡4点40离开。检调14并无敲找鲍坤基国会办公室，北检检调正天下未竞选小物的相关地点，包括北检的管区，因有管辖权。中心侦办案件并无有设立场，目前专案是检察官继续在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团讲有5个区长收到简体字的电子批，拢是合成赤身裸体相片，佮有写一寡恐吓的话。市长侯友宜表示，已经有报警察请地检署侦办。那台南市嘛有区长收到这款假相片，已经交予政府单位处理。
内面的名是市委共青团的简体字的批，台南市东区区长黄炳元看到内容是规个讲气，因为内面竟然是真侪张家己和无熟悉的查某人不雅影片翕的相片，而且留联络方式，暗示有代志好好讲，佮讲超过处理时间，抖音姓名举报。第一时间其实是赖给我太太啊，因为我也怕我太太误会，就是很怕说，我们的区民啊、里民可能会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科技的问题会遭骗，所以我才会揭露出来。信件的内容有写到说，如果想要尽快的来处理的话，就联系谁谁谁，这个完全就是实质的这个恐吓。台南市民政局长江林宏表示讲，东区的区长黄炳元收到批了后，佮有接到真侪其他的区长来通报，内面嘛有查某区长，内容大多数拢是合成变造的不雅相片。因为大家人状况无同，除了请政风处报备，区长嘛照家己的状况报警察处理。目前佫在统计有偌侪人收到这。由刑警大队整合各分局受理此类案件资料，也与其他接获类似案件的县市警察局联系。并与刑事警察局组成专案小组扩大调查。不过，唔那是台南市，新北市嘛有5区的区长，包括5股、邦桥、十指、瑞丰、金山，同款拢收到这对中国来的奇怪的批，内容同款拢是合成不雅相片，联络的联络方式和恐吓的用词拢相同。实际纠正，邦桥区区长陈正奇的秘书表示讲，代志已经进入司法程序，无方便加讲。对这新北市长侯友宜讲，第一时间已经报警查，而且送新北地检署侦办。第一个时间就报请新北地检署来侦办，查到底谁在发布这些不实的照片跟消息。对这新北市刑大讲，经过检视，相片的背景和影像的位拢相同，这明显是电脑合成，不实的影像。新北市警察局接到通报，已经报请地检署指挥，而且要和刑事警察局组成专案小组，深入查明嫌犯的身份和犯案动机，迈向大家一个真相。记者综合报道。今日有啥物重点新闻？来看今年开始，纽西兰的牛奶进口来台湾免扣税，农民希望标示袂使写青奶，才会当确保本土产品的竞争力。行政院宣布，未来进口的爱标示牛奶，若国内的就爱摕到检证标章，才会使标示青奶。有民众少年的时阵，斗鸡喙齿，身体煞无爽快，若大暗规个老体，各种镜头对伊20多年。因为这个民众对金属过敏，在过去鸡喙齿内底拄考到验到重金属，怀疑是为中国进口的违法器材。罗西亚总统普丁答应落欧停战30天方案，不过普丁嘛讲详细爱阁讨论。若有去年总统泽伦斯基批评普丁的假设，讲普丁其实想要继续战，却唔敢直接讲。继续来关心国际新闻，在欧美关税大战继续的对射，美国甲进口的钢铁甲阿鲁米扣税25%。欧盟宣布要反制，4月开始针对美国进口的威士忌要扣税50%。美国总统川普唔愿输，放调要甲法国甲欧盟生产的酒扣税扣到200%。这关税袂输是囡仔戏在人花，受扣的是业者和消费者。到底美国对跟阿鲁米的25%关税上路了后，欧盟甲加拿大也宣布对美国报复性关税。其中，欧盟表示要针对美国威士忌、机车甲汽艇加扣50%关税。在消息了后，川普是正生气。13，伊伫白宫办公室会见来访问的北约秘书长吕特的时阵，佫一摆批评欧盟。We sell no cars to Europe. I mean, virtually no cars. And they sell millions of cars to us. They don't take our agriculture, we take their agriculture. It's like a one-way street with them. The European Union is very, very nasty. 川普也伫家己的社群平台支持社群大文威胁欧盟，若无马上取消这所谓的武器关税，美国就会对法国甲其他欧盟国家作为葡萄酒、香槟甲酒精类的产品加扣200%的关税。欧盟国家对川普的性格无休战强势回应。欧盟执委会无要欢迎呼吁美国马上撤销跟阿鲁米关税。法国总理贝鲁拜社表示，欧盟未屈服。Mais qui ne voit qu'il y a là quelque chose qui va entraîner dans le monde une crise commerciale, industrielle, agricole et de la misère? 川普甲加拿大欧盟互呛，关税战豆豆升级。互资本市场真不安。13，美国各全面预测，道琼工业指数重跌537点，标普500指数也回悬点大跌10%，正式进入下修阶段。公司新闻，洪如梅编译。
中国电信集团大公司华为涉嫌甲欧洲议会10个议员乌洗，送因手机送礼物佮汇钱，想要改变欧盟对华为公司的限制。即阵比利时检方就出动上百个警察去抄比利时甲葡萄牙21个所在，甲替华为做说客的人拢掠登去问话。在2002年卡达门事件了后，欧洲议会阁逼出大部收乌钱的买台。这摆牵涉的是中国电信集团华为。比利时纸媒《慢信报》讲，华为骗过的政治说客，向15个前任和现任的欧洲议会议员来乌洗，以推动华为在欧洲的政策和主张。欧盟执委会发言人伫13记者会上问到这件代志，表示讲，行政部门严格来讲对这个调查无评论。因敢若强调讲，执委会伫2023年的评估，都认为讲在5G 网络建设顶。华为的风险本来就比其他5G的供应商是关键侪。And this is why the Commission considers that member states could adopt decisions that to restrict or to exclude Huawei from their 5G networks. This would because a lack of swift action would expose the EU as a whole to a clear risk. 比利时联邦检察官办公室13讲，出动约100个警力，在境内和葡萄牙2国21个地点在做敲查，而且有真侪替华为做政治优秀的人士互拘留精神，法国嘛有一个人互拘捕。检方的声明并无点名华为，但是指出讲，这个乌洗行为对2021年甲当是定做，而且佫非常秘密，以各种方式在进行。手法包括送出关键礼品，亲像华为的手机也是卡球赛的门票。几千欧元的汇款等等，照欧洲议会伦理规范，议员收价达150欧元，就是差不多代表5400块以上的礼物，必须向议长办公室申报，而且立即公开。慢信报指出讲，初步调查发现，华为非法游说的目标是对抗美国对2019年以来加强在欧洲对华为的负面的印象，亲像是进行间谍活动等等。华为想要用影响欧洲议会，和欧盟对伊的投资保持开放。国际新闻王慧文编译。今年春天，真侪人会去日本看樱花。今年樱花季预测开花时间嘛出来啊。根据日本气象株式会社上新的资料，在开花时间分做4条线。上早是3月30以前，若上晚是伫咧4月30过。来看台湾人较接去的东京、名古屋、大阪甲福冈，这预测开花时间拢是伫咧3月30以前。东京上早是伫咧3月26。虽然预测是按这天，不过即阵东京的上野公园内底有2款品种，即日本樱花和山樱花是拢已经提早吐蕊啊，等到月底大开会搁较水。东京的上野公园游客真侪，拢摕手机出来翕相。原来是公园内底樱花已经点点开了。气象预报原本显示，东京爱到2月才正式进入花期，不过较早开花的吉野樱甲山樱花已经提早大开。无论是游客还是本地人，拢感觉真欢喜。有游客表示，伊还阁想要点较久的，一直到樱花完全大开。To see the full bloom, and the forecast say it's next week. Yes, we see it next week.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seen them. I don't think they are fully bloomed yet, but they are very beautiful indeed. So yeah, they are good for pictures. 日本去年的冬季特别长，首都东京一直到3月拢还阁咧落雪，真侪所在阁传出调伫当地也是气候积雪坎起的灾害。不过气温真紧就变热，符合樱花开花条件。到尾各地拢传出花信，气象预报显示3月底开始温度会持续升悬，一定会出现更较壮观的花海。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美国有一个盲青去澳洲佚佗，看到路边有地形仔囝，竟然甲抱走。这地形妈妈就对伫咧后壁照，这个盲青煞个感觉真好耍，拍影片等风神。毋但是引起社会愤慨，这澳洲的总理嘛出声谴责，叫这个盲青好打都去掠哭去。有一个美国的盲青琼斯，伊讲伊是野生动物的专家，前一日去澳洲佚佗，伫 IG 放这段影片，伫路边偷偷啊，甲一只地形仔囝抱走。这只地形仔母看到伊的囡仔红冒去，伊伫后壁伫照。不过这个盲青煞是真欢喜，伫囝头头上咧等。I got a baby moment. 这个地形仔囝是一直咧滚动，佮大声发休，看到是真痛苦。了后，这只熊猫就来到车门边，看到真生气。这个盲青才决定把地形仔囝放回去。规过程虽然敢若短短1分钟，不过影片公开了后，众人是美甲批评伊甲动物苦斗，而且累计有超过3万人人数要求，都爱甲伊澳洲的签证撤销，而且甲伊赶出澳洲。
就连澳洲总理嘛亲身出面甲谴责，讲伊这种行为实在是伤超过。And you know, I suggest to this so-called influencer, maybe she might try some other Australian animals. Take a baby crocodile from its mother and see how you go there. 地熊是澳洲的原生物种，红地走是需要保护、濒临绝种的动物。保育团体指出，这个盲枪掠地熊仔囝的姿势唔对，可能会对动物的身体造成伤害，而且伊为了拍影片争取点阅率，甚至硬甲地熊仔囝摸去，甲因老母分开，嘛会造成伊心理上的创伤。另外，有保育人士嘛为这段影片内底发现，这只地熊有皮肤病、有生界线，都要赶紧治疗。The baby has mange, and it's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it dies from mange. So it's important for us to find where this happened and get this baby and its mum treat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这个盲枪进前阁辩讲，伊甲地熊仔囝放回去了后，就对因老母加入去树林内底，完全拢无重伤。不过事后，伊已经把影片为网络顶摕落来，而且家伊的 Instagram 改做是私人的口罩，像是嘛伫3月14家己离开澳洲。公司新闻再回并编译。美国阿拉斯加有人盗饲一只驯鹿，不过算有青分人去破坏围篱啊，或者是甲这只驯鹿牵去到路里。这只驯鹿平安返去到厝里了后，身体若像是无爽快，开始破病，这主人是真生气。美国阿拉斯加一只宠物驯鹿叫明星的栅栏，今年1月去互生份人走入去，一个查甫人甲这个蠓仔加破一大坑，入去差不多5分钟。过1个月，佫出现生份人甲驯鹿牵出来，到尾啊甲留伫咧车路。警察发现则甲牵转厝，警方无法度确定这2件代志是毋是相关，嘛无清楚是毋是有人做出伤害驯鹿的行为。不过明星后来就出现肺炎甲消化道的问题，必须体重减轻。When he came back home, he was coughing. Acted like he had swallowed something. 明星今年8岁是一户人家的宠物，因为互人饲伫人口真侪的市中心，国家个性温顺，是当地真特别的风景。饲主怀疑走入去的不明查甫人，甲驯鹿喷，也是饲不明物质，不过无法度理解，谁会想要做出这种代志。伫地球另外一边的南极，因为禽流感 H5N1 流行，致使当地的普查拉海鸥大量死亡。地理研究团队12日发表的论文指出，今年查拉海鸥死亡率比往年悬真济，因伫南极各地采集的35个尸体样本，有11只验出禽流感阳性，其中真侪拢出现下半筋失去平衡这个神经症头。Año pasado encontramos los primeros casos positivos, pero no vimos mortalidad. Hicimos un muestreo amplio en la península antártica, pero también alrededor de Antártica. Y ese año volvimos en el periodo reproductivo de las aves y pudimos ver mortalidad.Principalmente de escuas。这波禽流感已经伫世界各地流行1年左右。这份研究是目前传播范围上南边的记录。最近伫美国的养鸡场嘛发现 H5N1 的禽流感，致使鸡仔大量死亡，2家嘛大起。专家表示，这种病毒也可能喂互牛等哺乳类动物，不过目前也无发生人喂互人的疫情。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听音乐的时阵，这身躯若对节奏摇对健康是有帮助。美国科学家就发现，逐工安尼摇、安尼震动，这20分钟，运动量就会当达到标准啊，袂适合受水、走行这款运动。真侪人伫厝内凊彩跳跳，互心情放轻松，安尼是毋是达到对健康有帮助的运动效果呢？波士顿东北大学的研究结果是肯定的。It's quite a nice thing to hear that I don't need to go for a run. I can just dance, which is great. Anyone can dance, so just start at home, just put on some tracks, move around. 东北大学这项研究追踪48到83岁大人，因凊彩跳5分钟强度无共款的舞，佮对因测量血氧、心跳等各种健康指标，结果显示每一个人拢达到至少中等程度，对健康有帮助的运动水准。每日跳20分钟，就达到卫生专家建议的运动量目标。对中年到老大人来讲，是一个真好的消息。If we're completely still, that's not going to give us the kick that we need. But when we start moving a bit more freely and we get our heart pumping, then we see the health benefits. When the music is so good, you forget it. Your legs just go by themselves. 根据英国国家医疗服务系统的建议，大人每礼拜应该有150分钟的中高强度的运动，一礼拜4、5天。
真侪人都选慢跑健身房或者是游水，毋过毋是每一个人拢做会到。一项研究显示，更较简单轻松的做法也能帮助健康。每日20分钟，若离开碰椅顶动起来，能保持身心健康。公司新闻是非常重要。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陈怡珍。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咱再会。